Maggi 面跟零食呢，最后要做出来就是来，各位，你们知道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的零食吗？先不跟你们讲，先动动手，看下去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呀。好，各位，那现在呢，其实我要把这些零食呢组装起来，来把它 PVC 棍给我。OK， 好的，而且这个跟我一样高，所以等下你就会看到跟我长得一样高的一样东西。高过你。哦，喂，过分，高一点点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觉得我们先粘它的，就是粘满这个纸先，然后我们才可以这样子。对不对？其实为什么我会做这个哈，是因为其实情人节要到了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情人节礼物，所以我就做了这个。我觉得就是看了影片的你们过后呢，你们也可以自己做。可是我先不会跟你们讲这个要送给谁先。好，好做好，没有啦，还没有好啦。我们要拆哦，拆油就不可以睡觉了嘞，它就是要粘住你了。好的 ，OK， 让我妈站住，在地上，看你在这边有毛 ，OK。像我每年一层是不是就要绑那个，乐欢，你就要开始，粘那个 cellophane tape 了，都打一下了。这谁拿到会很开心？都不能这样扛。还有，用剪刀剪啊。不管是谁拿到，不分我们一点，有点这啊！咦，真的？这个人收到这礼物，不能要开心，而是不开心。真不开心，我你开心吗？很难猜，你知道吗？对呀，哇，这个很可爱耶，漂亮。漂亮。OK， 来，你们这零食买了多少钱？600块。你就讲我们可以拿着去卖1000块，或这次的情人节送给那种很爱，对，是不是？对我们还会赚。对，像这生意可以做哦，肯定可以。不过可能外面卖1000，我卖2000这样，因为是我们粘的。哇！没有办法动。哎呦，我在动啊，我在动啊！美！喂，你妈买的话2000块卖你们。不好妹，我买了零食600块加人工1200块。不可以讲出来，这样人家就懂你本钱多少啊。OK， 我们没有，我们本钱1000块，1500块。我只做你500块人工费，是不是？那你看我们做这么久啊？哎，还要包我们的 tape， 我们 tape 买很贵哦，我跟你讲哦。最重要是什么？要从我们的手做出来的，贵在这里。就是没有力撑住这个东西啊，所以你们男生要来撑。人多啊，还有一个困难，我更难转了。啊，你们这样子咯，等下给 Win 穿你们就可以了，手高一点。一个人可以自己转，到我跟乐欢2个人转，现在要3个人转。还没有的呢。有那个哦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是剪刀。然后因为哈，其实本来这个整个是零食的，可是零食真的是被我买完了，所以现在我就换成就是Maggi面。所以我们有些部分会是Maggi面啦。OK， 继续吧。好了，各位，这个呢是我买的所有Maggi面跟零食呢，最后要做出来就是大鸡腿，屁股越高哎。这鸡腿好笑哎，放在哪去？很可爱，就一只大鸡腿啊，很像啊，很像。好厉害，你们撑住一下，给我们看一下啊！哇！你也要，你也要。好，我现在要去换衣，然后打卡，你们撑住来。
跟你们出去吧，这。烧！你看我卡住了，等一下，慢点，你看那有人。人，开那门，怎样？我过不去。他 OK， 你过去，来，你们两个人过去先。过去吗？要，过去吗？来。来我这里，脚在我这里，头去那里，头，不是，鸡腿的脚给我，鸡腿脚给我，怎么下？Anna, please move. Money to take picture. 1、2、3。好的，各位，这个呢大鸡腿，我现在要把它送去一个地方，到底要送去哪里呢？我们看下去哦。好，各位，那其实我做这个鸡腿呢是要送给孤儿院的小朋友，因为这边都是零食，所以就送给他们做情人节礼物了。好的，那走了，来安妹。你们可以自己开来玩。谢谢你们。不用，还有一些钱。新年快乐，Happy New Year！